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今天晚上，我们能够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邀请您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8点半之间，我们一起安静心，也将你的手机，将你身边在忙碌的事情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在安静里面，短短的时间，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让你的生命能够带来更多的丰盛以及生命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用一首诗歌，耶和华作王，让他的生命，让他的心意在我们生命里面来亲自掌权。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用诗歌，我们用赞美来荣耀神，尊主为大，也让我们在生命里面，让神亲自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主而来前面的道路。是恳求神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以慈爱引领你赎回的百姓，以能力带领我回到同在里，每时代跟随，不偏不离弃，专心敬拜你。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命令风吹起，命令雨停息，永永远远掌权。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神喜悦我们的生命，让他来掌权。当我们呼求神，他也要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仇敌能够再一次脱颖而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主掌权的生命。那是份祝福，也是份恩典。我们对主说：耶和华，你作王，你作王，直到永远。我们安静地说：耶和华，你作王，你作王，直到永远。我们渴慕地对神说：主啊，我们向你呼求，你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尊主为王，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尊荣神，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从现在起成为一个尊荣的生命。主啊，我们向你呼求，谢谢你，谢谢你。愿主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保守我们的生命，从今时直到永远。爱我们的主，向主你献上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里面，神教导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当中，需要神的话语来亲自喂养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4章29节到31节。圣经的话这样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而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节，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了解到马太这位作者撰写马太福音的马太耶稣的门徒，他接受传统的犹太教的一个叫做终末，就是说末世观的一个思想。那天象的巨变，在我们所看的29节里面讲到一个叫天势都要震动了。那天势都要震动，也就是说这个天体，或者是说我们整个的所看到的这自然界都在变动的过程，而且是剧烈的变动。那这个天势的巨变，这个天势都在震动的，有时候在巨变当中，也就是象征着末日的征兆了。那所以呢，其实在以赛亚书，在我们圣经里面，以赛亚书在13章的第10节里面也特别提到，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圣经里面这样说：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放光，日头一出都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也不放光。所以在今天的圣经节里面呢，可能你在看到这种好像是一个末世观的一个圣经节当中，其实基督徒也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相关我们生命的功课。那在马太福音第24章29节里面呢，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各位弟兄姐妹，天势都要震动，也就意味着耶稣再来的时候，空中掌权者，我们要了解这个空中掌权者代表着什么？天势的震动，也就是代表着耶稣再来的时候，空中的掌权者撒旦的势力必定完全被消灭。所以在这现在的世代，我们可能会想到说，有很多魔鬼撒旦的伎俩，人的狡诈、伤害、暴力、冲突，甚至国家国攻打国，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代表着许多魔鬼撒旦喜欢的工作。所以你可能不会去想到说这跟魔鬼有什么关系，可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行举止、生命态度，包含你的心里面所想的，只要不符合那位创造的主、创造的上帝所期待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觉得那些都是属于魔鬼撒旦的伎俩，而且也是魔鬼撒旦最喜欢我们这么做的，特别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要一起来了解这个末世观，其实是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那在我们今天的圣经节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参考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2章在第2章的第2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其实有些时候包含你的言行举止，你随从现在你所生活的环境不管是性教育，或者是你待人的方式，甚至有些时候你觉得别人用的那个方式比基督徒用的更好，那你宁可选择不要遵从上帝期待我们所做的，而去学习一个可能世俗大家都喜欢的赚大钱，然后花大钱，或者是说用最犒赏自己的方式来让自己享受在现在的环境社会当中，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省思的工作。那在今天我们的圣经节里面呢，马太福音24章30节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的话这样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他指出人子，什么是人子？人子也就是耶稣降临之前，他的神秘兆头会有哪些？我们前2个礼拜我们都在探讨这个世界末日的预兆，甚至世界末日的状态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探讨马太所提到人子降临之前，他的神秘的这个征兆会有什么样显现在天上。那么我们以传统的这个末日的观点来看，其实有2点就是第一个，我们从今天所看的圣经节30节里面就讲到，人子的兆头显现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第一个，地上万族都要哀哭，那到底在哀哭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探讨。第二个，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是第2个兆头。所以这2个兆头，其实我们重点是看到那个看见这个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哇，我们一起来探讨有2点其实是蛮特别的，也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耶稣出生的时候耶稣再来嘛，那我们说耶稣出生的时候，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说，不就是一个他们所期待的人子降临吗？可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了解，所以耶稣出生的时候，除了上帝和天使天君，甚至东方的博士这些牧童的人几个人知道之外，世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其实耶稣的再来这个兆头显现在天上，地上万族都要哀哭。其实他们要看见人子的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第一点，我们要了解耶稣的这个人子的降临，第一个兆头我们有没有看到？其实不见得。耶稣出生的时候，当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晓得。第二个，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不同于耶稣刚出生的那时候的状态。所以呢，他驾云降临，众目就是说大家都在看，包括连刺他的，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下面这个兵这个士兵拿那个刀刺到他的胸膛的时候，连刺他的人都能够目睹到这件事情。这个兆头其实圣经里面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1章第7节说，看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来看待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圣经节里面，当耶稣出生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思考到，其实耶稣刚出社会的时候为人服侍，然后付上了很多舍命奉献的时间跟精神。
为许多的人做赎罪的代价。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其实他是比原先他刚出生的时候那个卑微的形象，在马槽里嘛，在马槽里那个卑微的形象，到他再来的时候，实际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形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看待我们今天所看待的圣经节里面，虽然看起来好像很抽象，好像到底在讲些什么，我们不是很明白。可是呢，实际上呢，在今天的圣经里面，其实它显现出它是蛮有荣耀的。其实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大有荣耀的能力，甚至蛮有上帝的形象，是会慢慢的让人更深的看清楚。所以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里面呢，第30节里面象征了在上帝的居所里面，在上帝的保护当中，其实我们必须要去想象耶稣的荣耀形象的问题。到底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彰显出神的儿女应该要有的形象的荣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圣经节的最后一段，在马太福音24章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哇，这个不一样哈，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启示，在告诉我们，其实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也代表着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怎么说呢？因为他是用号筒的大声，我就说简单倒装也叫做大声的号筒了哈，大声的号筒来向很多的人说：来啊来啊，哇，这个末日审判的日子来到啊，人都要到来哈，都要到上帝的耶稣的面前来去面对检视自己的生命问题。所以对以色列百姓来说，这个号声这个号筒代表着是宣告说战争的灾难到来了，甚至也包含着来招聚人的意思。好，那也有说节期在做的使用的一个器具。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清楚，我们从29节到31节里面，其实马太作者呢，他其实给予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在预言基督再来的时候有的情况，也就是不信的人跟信的人。不信的人意味着，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审判的时候，人是会有产生两种不同的族群，一种就是不信的人，一种就是相信信仰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不信的人呢，他会得着的是永恒的审判跟死亡。那是一个非常值得现在的人去做思考的一个层面。那这个东西，你说牧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像听不太懂。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去了解更多跟神的关系，让我们自己更明白自己的生命在未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属于不信的人呢，是归属到受审判然后归入死亡的灵魂。那或者是我们是在上帝的儿女，是神圣的圣洁的使徒门徒里面，我们保持着永恒的喜乐跟拯救。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里面，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苦难，可是神给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苦难当中是份苦尽甘来的那份恩典的信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学习更多的奉献，也学习更多的了解。当你要奉献你的生命，能够认识这份信仰，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你有可能需要付上许多代价，需要修剪，需要改变，但是那份代价对你来讲是份值得的。当你奉献的这份心意，有些时候当你愿意奉献金钱，能够成为教会的所用的时候，你也会有所为难，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付上这些代价？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代表着一个苦尽甘来的一个真理。当很多人的生命他不晓得奉献的真谛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把他的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主，甚至他也不知道基督徒在讲说的奉献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为主而活，为什么要耶稣再来我们要赶快的要做什么事一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要学习的是份预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有在比班吗？有预备的人，其实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面，他会抱着期待，抱着目标，抱着盼望，所以他的生命就自然的在苦患难的环境当中，他也一样的非常喜悦的期待他的生命能够为他的未来，包含为他的下一代带来许多不一样的传承跟使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的面前学习交托仰望，也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能够更多的来学习跟随主的脚踪，盼望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是保持着一个喜乐的态度，也能够带给更多的人更多未来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是今天为自己而活，乃是今天开始为主而活。求主帮助大家，赐福大家。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主，跟随主的脚步。主啊，求主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虽然我们很多地方我们还不是认识你很熟，但是我们更相信，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放在主你面前，你必定教导我们生命得救的功课。感谢赞美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心，予我不忘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心，当我无望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不忘行落去。主啊，我回应你的
中你